看咱来看个时光吼，今仔日咱要唱第一首的欧乐的时光是607首，啊第二首白的是331首，咱大家来听好吼，是提圣诗的。圣诗67首，我心欧乐上帝，这就是我咱真实，咱就用咱的心底唱出欧乐的时光，来欧乐上帝。这位来宾讲述。我是我兄弟，自卑的我里，推给他的三个理想，我落地挂怎样？就把三个最早，要求我爱我所。你大光明眼灯，金爱公的骄纵，我心我兄弟，自感情浪里，空中会交一起从下，我落一挂怎样？对最后不弃罪，把回归情的罪，这个就来了，梦自来，梦一挂金来，我心不兄弟，地雷不对金雷，随梦白来将其重演，梦一无邦的心，心高灵高的家，那种的自由，地雷高贵昂最激烈，应能归的兄弟。第二首白咏诗331首。这首诗歌我做祈祷，中中是一首讲咱基督徒的生活是甲空中的交战，甲咱地球俗世的得胜，是主来得胜。做编的心情吼，来念这首诗歌，我做祈祷，聆听。圣诗331首，咱来共款来念全首。我最的都别别，就不打紧紧。兄兄相见，不言不爱你，欺骗高台杂技，看谁领先，丢出残花有名，我望为的心，丢出西瓜光明，看我不息。有主他我有情，高音我的听，我最压缩把心，丢无好平定，气象不他谁的，有你就将你，心思不懂花情。那就要笃定，有主在我的心，怎盼主命运？
感情，有大有情，我不信现在你在我心边的，我还有手不尽，做最珍贵心，有走在我心里，我为的心。主是我关联，而我不是的。有主做我有情，高引我天地。咱再去看的是国家，但是最主要在做电板。这是礼拜特别开始，请会众将你的手机关机，也是关成叮当，走吧。我以前叫细林路口，互因在其中受训练，行走万年，各按其事，加入以后，各将永生的安置细林的心内。然而是对开始到结将尾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影细林无强终身喜乐人生，而且人人食甜，一切路路中广阔。也是神的恩赐。我知影，神一切所做的，拢必应顺，无所加添，也无所减少。神只用是要令人伫伊的面前存敬畏的心。这是来因信息来继续，我心无落场的，请起立专心。我
我是兄弟，传你的泪，从何地的主宰。我现在所地的兄弟的信仰，带着主，对生命抛开，对在这路万家事情，你不留的要得与他起后，电起的心开创的路，这上面对象有我，今天当你专业的兄弟话题，也要来心化化的信仰，我信相信，信我梦的道理，信我的胸口，这个下面有结果啊，也有来往啊，请坐。这是先开体育门第15篇，体育门第15篇。上帝啊，第四暗有人学我在听效你。听人祈祷的主啊，最后看赢我。你所应选，互伊亲近你，加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而出而落的所在，你互伊欢，互伊拢欢喜。上帝互伊的水满满。你灌入长远，互伊满伊的狗收平伊的灵。你的稳定做年冬的免流。伊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流云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暖来扛。这是咱大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请用你的圣灵来充满阮，请打开阮的耳孔，互阮能听到你的声音，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主啊，保守阮行伫你的旨意中，请保守阮的脚步袂行着你所批判的道路，行你的旨意。主啊，你知影阮的软弱、缺憾、甲缺点，由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信心、气力以及智慧，伫困难中、逆境中、遇险中，咱拢有主，互阮的信心、气力以及智慧来突破咱眼前的困境，也愿主伫阮的生命为做身边人的光解亮，去帮助环岛甲失去信心软弱的人，有勇气来，阮有勇气。传扬主的福音，来带领会众来到你的面前，来经历你的救恩，来求主医治病痛的人，互因得到你的医治，为复方。这是咱主导来祈祷。万年万年感谢，你的恩高，你的旨意强，你的心主意，我们一起来仰望。下有两个红，尽管下有红光，你都要看一起，有我的两个回答，有我管理的都有种手，来带着心，阿门。
即是来掀开圣经，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11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1节。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俄罗请上联团队带了咱今仔日的礼拜，准备因的信息，我有哪听你，我主基督。
当道本堂岳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食两顶佚佗看天道。下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今仔日下主日三甲搁一遍主日伫上帝面前，咱来敬拜阿罗主。拄则咱透过咱乡里团结，咱遮年长的兄弟姊妹，因真水的歌声来阿罗上帝。感谢天父上帝，互咱透过乡里团结，有缘会当有献出真美妙的歌声。因差不多逐礼拜即个拜四第二礼拜、第四礼拜拜四咧聚会的时阵聚会结束了后，都差不多锻炼1点钟的时间。所以特别的锻炼，因拢真认真、真用心。将一切荣耀归主，感谢主，透过咱的小学老师以及即个怡婷老师因伫遮的训练锻炼，所以这是真正无简单要组织咱的遐个乡里团结兄弟姊妹因真愿意伫遮来侍奉，邀请兄弟姊妹咱55岁以上就当参加乡里团结，牧师搁3年就要参加乡里团结。感谢主，会当互咱伫即个过程中间做伙伫遮来服侍，做伙伫遮透过实际的行动献诗伫即个过程，感谢主。咱要开始进行有缘，咱三甲来感谢基督。哈利路亚！感谢天父上帝的引带带领。刚才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世间的日子，阮遮清大行，拢会当有上帝你特别的眷顾，互阮会当运用你所享受的自由，而且阮来行使行达阮的人生。阮感谢天父上帝的带领甲引带。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信仰的实际顶悬会搁较进步。上帝伫甲阮三甲之地，时常牵教阮时常做信仰的反省，而且回应上帝的听。阮兄弟姊妹今仔日伫上帝殿院，阮来敬拜阿罗主。上时透过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阮三甲伫遮来少年纪念阮的神学院所造就。遮个到遮同工，拢会当荣耀上帝的名。祝愿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来开始进行，安尼讲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好，吃喝玩乐，我相信这是咱伫信仰生活内面爱特别注意的。总是吃喝玩乐，一定是甲咱即个生活。某一种程度，咱才开始会想着要食，即个大衫大行所以即个副标题今仔日牧师用的即个副标题，意思是食衣住行啦就是透过咱的吃喝玩乐，咱看基督的一生，或者是讲基督安怎看咱，或者是讲咱安怎看咱家己。所以透过咱伫即季咱的3月份一个月一摆的信仰的咱的分享信仰生活的分享，牧师特别掠即个题目吃喝玩乐看基督就是咱的食衫衣住啦活搁咱的行动这4个角度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所以咱讲。即个吃喝玩乐，也是讲咱的食穿大行这是咱即个人的口头语啦咱的口头语所以代表这就是咱一生，对不对？你的一生，咱的一生中间就是生活就伫咧即个生活常常咱会参加宴会咱会去运动咱爱住的所在咱做人处事行做人处事。所以，若无有基督的信仰伫咱的生活内面，真紧就安怎？咱讲毁类真紧就毁类。所以，这是真重要。
所以今仔日牧师当然要用较轻松的方式，总是咱爱嘛爱严肃面对咱家己的生活。这个生活，这是咱诚做伫即个日世的生活内面真重要。还佫会去1月份的时阵，牧师拄做一个导论咱是出世还是入世的生活？当然咱爱有出世嘛，爱有入世的生活。所以，佫来佫较进一步，咱透过今仔日随望短短马太福音第6章11节，伫遮安尼记载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这是有咧较通底的一节的圣经，在伫牧师的讲道的即个运用的圣经方面，通底的一节，总是咧透过拄则即个等一下咱要看到的做的即个经文内面，帮助咱对伫遮个方面。对伫穿脚衫个方面，对伫大个方面，对伫行行为个方面，要安怎看待咱即个吃喝玩乐伫世间的日子，所以真重要。为属灵的角度，咱来看咱的生活。啥物叫属灵？属灵毋是安尼高高在上我做属灵的，毋是安尼。属灵是啥？属灵是你甲上帝咱的主的关系。迄个关系到底有畅通无？迄个关系到底是安怎样？所以特别咱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咱搁一遍来复习啦、学习啦。其实若清楚知影了解兄弟姊妹，当然你会当知影我牧师今仔日要分享的，也就是伫咱实际的生活内面要安怎样来实践出来，来行动出来。有拄时咱是必须爱以点醒的，以别点想。点醒，所以为这属灵的角度来讲，咱食也好，穿也好，大也好，行也好，这是咱诚做信徒一世人需要灵修的这个路途。所以这4大方面其实真重要，要伫个安怎样要伫基督内面，诚做一个丰富的人生。要伫基督内面毋是安怎，毋是敢若伫世界。咱虽讲活伫个世界，入世即个世界，但是你要安怎样伫基督内面看待这一切，所以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是食，咱当然咱知影食物件，掠上帝做会做礼牛，属灵的讲咱是爱安尼来思考，来看。好，伫食的方面，我相信食对咱来讲，特别咱台湾来讲，应该是真丰富啦，是毋是？食到真正大家拢三高较济血压嘛悬，血脂嘛悬，佫做的即个指数，拢真悬。所以对伫咱台湾食的即方面，我相信这是毋免加讲啥，因为安怎？咱愈食会愈啥，愈要紧啦。即间餐厅一摆就好啊，安尼知影以后袂倒来啊。换另外一间。所以真诶兄弟姊妹，即个咱若泡的餐厅，其实做兄弟姊妹咱拢捌去过嘛。有诶是咱会推荐，有诶就安怎？有诶就真正是袂去，就无啊。所以其实咱会当清楚讲，食的方面，也是讲小吃有无？咱旧家也是即马其他的所在省城，迄边真多的所在但是有影拢毋免烦恼要食啥物，毋免烦恼要。但是咱看，这是世俗的角度来看，咱毋免烦恼食啥物。但是咱的烦恼是啥？咱的烦恼是你要安怎样拣，是毋是？你要食即间也好，还是食迄间也好，两间拢真好食嘞。我开始安怎？你开始伫世间的生活开始矛盾冲突啦。即摆是变即款的角度，咱咧思考咱的生活，总是你却袂记哩。咱伫教会信仰的生活好啊，咱讲信仰的生活内面，咱是毋是有掠上帝话做礼仪咧食？所以真重要。咱来看耶利米15章16节有安尼记载。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啊，我即个得到你的话语，
就当作食物食。你的话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哦，因为我也是正做你名的人，咱拢受拣选、受拣调，伫上帝国度内面。当然，咱你当爱安怎？爱有啥物？爱有一款食上帝的美娘。咱清楚知影，伫即个世界，上帝的美娘记载伫圣经嘛。上帝的美娘记载伫倒？记载伫咱咧分享的过程。这的意思就是，伫人生的解说就是啥？咱爱看、爱读、爱去了解、爱去经验迄个上帝的话。哦，诗篇嘛有讲着吼，你爱我靠邀我来行好，哦，住伫地面上，也伊的信息做美丽，哦，这是真水的一个诗篇。所以我拄则有讲着，咱台湾当然真重视即个食的艺术啦吼。啊，伫咧即个地面上吼大的所在，哦，也是讲即个食，咱特别来讲究，哦，特别来讲究。哦，所以有一句话讲，民以食安怎为天啦吼。咱这是俗语，哦，这是俗语，哦，所以其实咱台湾人是这个世界美食食食的，应该算冠军啊。哦，啥物拢食会着，哦，啥物拢食会着，所以食食是人的天性，对毋对？哦，是天性，但是真可惜，人吼，咱做人，咱看到的，咱这圣经内面的记载，第一条罪是对啥物来？敢知？就是对食，对毋对？有印象无？伫创世纪内面。第一件犯罪的代志是为食食来。哦，亚当夏娃食啥物？迄个过禁果啦吼，犯大罪。哦，所以咱讲祸从口出，罪从嘴啦吼，罪从喙入，哦，祸从口出，罪从嘴入啦吼。但是感谢上帝，罪对口入来，救恩嘛是安怎？对口，哦，对人，哦，对人出。所以伫约翰福音，咱看到约翰福音，伫遮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若无食人子的肉，无啉人子的血，就无有生命伫恁内面。食我的肉，啉我血人，就永远我伫月世，我要叫伊搁活。约翰福音第6章53节到54节，这段经文内面当然。咱毋通照即个字眼去看，哦，要惊死！哦，食人无怪有人即个迷信的兄弟姊妹，常常拢会你哪会咧食人血？哦，啉人血，食人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俗人的人讲爱看待圣经顶段内面的记载啊。你有相信无？这其实是咧讲信，相信耶稣基督透过定死伫十字架顶，哦，然后会退缩，咱用这爱的来安怎纪念伊？哦，咱用这爱来纪念伊，所以圣餐圣餐这个圣餐倒顶悬，咱若要做领圣餐圣礼典的时阵，就是咧安怎？就是用这段圣经节，咱会当来回想、来思考、来纪念上帝的疼。哦，所以这。甲啉，其实迄个意思是代表领受。你伫信仰的方面，你是毋是有领受？所以当当时真侪人听耶稣来伫遐来讲道，但是听来听去，拢听袂入头脑内面，因为安怎无领受，我无领受，所以听经的人听迄道听落去了后，有安怎倒伫咧路边的土边的试题内面的，毋是。落伫咧好的土内面的，所以会大汉的，都袂大汉。听了后，安怎领受了后，结实30岁、60岁、100岁的果效。搁福音第4章20节有一段的记载，咱知吼。听了后，领受了后，咱即马较时常用的一句话是感动，感动，这。嘛毋是100%正确啦，即个感动即两个字解意安怎？咱若感动久啊，定定拢逐个拢真感动，到最后无有迄个行动，咱走出来是安怎？家己伫遐安怎？很舒服啊！无好感动哦。
但是安怎无法度去实践行出来。意思就是，迄个领受游园安怎游园无够，迄个感动敢若伫内面，有法度安怎激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敢若是无，所以较可惜，较可惜。所以第一个咱对食来方面来看，也就是安尼，也就是安尼。所以愿主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透过即个食的行动，咱咧食食的过程，等一下嘛要分享另外实际，即个食食的方面。所以西方人有讲，人的灵魂体啦，人的灵魂体拢爱食真多的即个多种维他命 B， 才会当大汉。好，咱若身躯爱食碳啦，brain 碳 B 米啦，即个碳互咱的性命安怎大汉？咱的魂的灵魂的魂爱食 book 册。灵魂爱看册、食册，这意思啦册会当增加知识财物，互咱改善咱的生活两款啦魂了后，灵爱食另外一本册，就是啥物圣经 Bible， 圣经三款，会当互咱的灵命大汉。第三个即个 B 啦第三个维他命 B 就是决定咱生命内面的迄个第四个是啥 ？baby， 咱的身躯。迄个身躯 baby， 若无有第三个 Bible， 咱的即个圣经伫遐来优持，咱无有第三个时阵，咱就无法度大汉，可能无法度进入上帝国。若无拍拼继续用即个 Bible， 咱咧食食。迄个粮食啊，精神的迄个粮食，你的灵命就敢若亲像 baby 共款，第四个 baby， 真老实但是你详细听、详细看、详细来想。所以求上帝互咱一个属灵的胃口，这真重要。属灵的胃口，属灵的胃口。咱真欢喜爱食上帝的话，譬如的用上食上帝的话，互咱属灵的性命愈来愈勇毅。所以你若无有查考圣经，无有即个比如讲伫小组内面、伫团结内面，咱的分享，我相信就是停留伫迄个所在。baby， 会啊 baby， 这是咱第一个部分，甲兄弟姊妹介绍。好，所以有一个问题来啊，即个有人会问牧师。咱食猪血鸡好无？还是讲即个麻辣鸭血？这拢真好食。刚好，敢袂使？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圣经有一句话啦来，咱来看。凡事拢通行，但是拢无有利益；凡事拢通行，但是拢无有造就啦。迄个基督徒来咧食即个智慧，伊可能有即个概念啦，看到圣经，但是伊知影一个表面即个是基督徒呢。食即个鸭血，麻辣鸭血呢？即个基督徒哪会？即啉酒啉甲意思是其实拢会使，亲爱兄弟姊妹，有个人就安尼，既然无法度会公共场所，若有习俗若有即个一支迷信的兄弟姊妹，咱做伫，伊嘛知影咱的信仰，宁可安怎？宁可咱先安怎？先莫用，宁可咱先莫用。有人讲牧师会当要转去食，会当要转来食。哇，到底会当袂？亲爱兄弟姊妹。会啦，当然，世间万物拢是上帝所赏赐的，万事拢会当。祈祷感谢上帝，赏赐我会当。当然，这是咱求主帮助咱，要有聪明、智慧。有个人面孔就是真正，我捌知影讲。即个咱以前捌伫咱教会聚会的一个道长老，伊
伊就是我当中无爱食，嘛无要买转去厝里，伊知影讲安尼就 OK， 无问题。当然这都是信仰每一个体会经验都无共款，捌伫小组讨论过遮个问题，到底阮会当食袂，酒会当啉袂，甜好，我相信这是咱日式的生活内面的一个部分。当然过头就毋好啊，咱会当通知影嘛，有真侪个，这是其实是毋免牧师咧讲，咱做信仰的反省的过程中间，咱就会当通知影。以前当然拢有标准答案，以前的时代，所以求主也帮助，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我肯定食，第一个真重要。毋若是干那一般的食食方面尔，搁较重要就是咱的灵性的速度的过程，你是毋是真正会当经验甲体会？即句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帮助咱，帮助咱，互咱来判断甲思考。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大家分享的，就是咱穿搭、衫穿搭的部分。衫当然，即个咱的生活内面爱有穿搭，即个穿搭就是安怎？咱爱披戴，俗名的讲就是咱爱披戴基督。安尼这其实清楚啊，清楚啊。好，加拉太书，咱来看，加拉太书第3章第17节。因受洗归入基督的，拢是安怎披戴基督的，穿搭咱基督。所以加拉太书第3章第17节，提醒咱兄弟姊妹，当咱蒙恩得着救，受洗咧归入基督了后，就是安怎？咱讲我们都是小基督，就是安怎穿搭咱的基督。所以我相信嘛，兄弟姊妹咧，拢会当真坦然伫咱的同事、咱的工作场顶管拢，大家拢嘛知影，你是一个基督徒，OK 无问题。就咱将即个主耶稣基督，就敢若亲像穿搭伫咱的身上，别人一看，就知影讲你是属主的人，你是属主的人。所以毋知影，大家敢知影世界？第一个穿搭基督的是啥人？创世记第3章记载，人类开始，咱的始祖亚当下犯罪，藏伫咧即个爱甸乐园的所在，因为安怎？因食迄个果子了后，发现讲，家己赤身肉体，无法度伫遐来看上帝的面，真惊吓，上帝惊上帝来甲刑罚，但是上帝用啥？用贪的物件，伫遐互因穿，对毋对？互因穿，遮盖因身躯犯罪的身躯。所以即个遮盖的动作，互因穿，迄个动作就是咧有标一件代志，咱的主耶稣基督。伫圣经内面当然会有标有约，会有标伫新约，新约的标明。所以伫即个过程，互咱会当通知影，承担人的犯罪做来的迄个刑罚。耶稣用家己的身躯安怎遮盖咱，替咱安怎受迄个刑罚，帮助咱。所以以赛亚书，即个衫内面有2款的意思啦，即个信仰的部分代表头一个是救恩，第二个代表就是见证，所以伫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遮嘛有记载，我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神靠上帝快乐，因为伊用拯救，安怎做衫甲我穿，用公义做头甲我披去，敢若新郎戴花冠的冕礼，佫亲像新妇戴装塔的装饰，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拯救。做衫，互我穿。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信仰生活真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亚当，互上帝迄个披戴了后，开始穿迄个啥公义的头。所以亚当的后代，
上帝伫遐来请塔的人，就是要得到迄个救恩。哦，所以有人讲，对亚当内面出来的拢是罪人，你我咱拢是。只有进入基督内面，才是得到得救的人。所以咱拢是进入迄个基督内面。哦，所以世间只有两款的人，一款就是一直伫亚当内面，一款是伫基督内面。所以我毋知影咱是啥物，你是穿啥物的衫，我穿啥物的衫。哦，所以衫即个字，穿即个字，哦，有代表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代表咱的见证，哦，咱的见证。譬如讲，警察穿制服，即个制服代表法律，哦，警察。学生穿校服，校服代表迄个学校嘛，一间学校。哦，军人穿军装，代表迄个国家。哦，所以安尼衫是一款的啥象征，哦，象征是一款荣耀的象征。所以基督徒穿基督起来，穿戴基督，迄个意思就是，虽讲即领衫看袂着，但是即个无形的衫却代表一个真重要的约束。哦，会当学别来啊，是毋是？会当学别来。哦，无像其他的人，无得甲下班了后，转去迄个制服脱掉了后。因开始无受迄个约束，但是咱基督徒无论上班下班，其实拢是共款，咱拢穿搭些人基督，看袂到的，这一世人也无法度安怎放落来。所以，但是永远穿着一束衫，迄就是啥？基督的衫。哦，愿主来帮助咱。哦，今仔日咱进一步几只，即摆较清。哦，所以西方嘛有一句话啦，吼讲。囝儿身躯顶穿的衫，就是一个妈妈的广告啦，哦，就是一个妈妈的广告。哦，所以一个囡仔所穿的衫，就代表伊的家长、伊的家庭，哦，咱讲家教，哦，就敢若俗语讲的，哦，一句话讲，要知影即个家庭的情形，哦，小可看穿塔的即个过程。现在遐是因为咱穿塔基督，也就是诚做广告，哦，为了基督做广告。哦，即个基督的衫是啥？新穿的。这人看到，上帝看到，天使看到，魔鬼也看。世间人无得较嘛看会到。哦，所以亲像保罗使徒保罗讲，咱诚做一出去，互啥？互世间人甲天使来看。所以都真实的事情会搞在。所以迄个属灵的衫咱若穿，咱一旦然吼穿起来了后，你就知影，这是一个代志。虽讲人。即个目睭看袂到，但是会看到咱的啥结果？迄个结果就是行为。所以咱爱真注意、真细。所以关注来帮助咱吼。昨昏牧师去参加一个祈祷会，为着即个新北市啦吼，早餐祈祷会啦，受到邀请。当然，祈祷会结束了后，牧师在一个东港，要去另外一个所在，顺路啦，要去另外一个所在。牧师就开请，就迄个右转灯拍，我就拍右转灯。已经差不多过2/3啊，突然痛一声，你就知影啥物代志啊？嘿嘿，有人甲我弄着啊！一个倒摆。载一个女孩子，原来是学生啊，当然我就紧停落来，落车了后，伫遐问看有代志无，当然车淹倒落去所以车淹起来，伊的电火落去，即个学生就开始，就讲，你怎么这个还没有右转灯亮你就右转了？就开始讲理由啦，就开始讲理由。当然，牧师因为即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讲，好无要紧，好安尼，我就讲好安尼，伊就看到我穿牧师服，迄阵我就是爱穿牧师服去参加，所以看我穿牧师服，我就甲表明我的身份，讲我是教会牧师，无要紧，即个我处理，看你收你偌济钱，伊本来足歹迄学生仔尔呢，怎后来慢慢。下落来，看，安尼好啦，我就将我的名片，拄好我有
炸名片啊，就互伊。哦，虽讲这毋是正常程序啦，但是，我对伫迄个学生仔过程，当然本来是想要甲伊讲理啊，本来想要甲伊讲理，但是后来我想讲，若说书会当将福音传互因嘛袂歹。慢慢啊，伊就较缓和啊。了，我讲你放心，我会陪上你。你是学生啊，伊讲是嘿，问清楚了讲好，安尼我有寡代志爱搁去另外一个所在，我甲你联络，我电话互你讲了后，了后迄个暗时我就等伊要收你的计小钱，要甲我算安尼。到尾伊发一封简讯伊讲。亲爱的牧师，讲亲爱的牧师，很抱歉，因为我拄则伤紧张啊，所以我较歹一点，请你原谅我，就讲咱找一个时间再来讲我紧，我当然将迄个损坏的部分，无啥物钱啦，一小部分的钱，大概我修理好，安尼就好，伊讲最后一句话愿主赐福你。伊知影牧师可能伊会晓用迄个宗教术语啦，宗教术语。现在遐个姊妹，当然这个故事较长一条，但是安怎，咱诚做一台戏，互世界人甲天使咧看。我咧想讲，今仔日我若无穿牧师服，应该嘛是共款。现在遐个姊妹，咱是毋是会当有一款柔软的心？虽讲对方遮尔啊，即个可能紧张，伊嘛有心理，伊较紧张，所以会较歹。这就是咱一般看到世间人咧处理代志的方法。我得较，你会讲牧师你安尼处理嘛无正确，当然无正确，应该是爱叫警察来来处理，有啥物这赔偿有保险啥，任何，当然这是咱一般咧处理的方式。总是咱会当看到即个人的需要是啥物，当伊咱看到伊迄个惊吓的心变诚做安尼真凶恶，要出来的时阵。咱知影讲要安怎用甲伊分享即个上帝。后来第二通，阁有第二通的简讯，要约一个时间，伊要来南口找我，毋免有要紧，你着等台北，我会去台北开会，我定定有爱总会嘛，离总会迄附近遐尔，约一个所在，甲伊见面。我得较另外脸书因两个人翕相，伫遐甲伊传福音。所以这是替代基督啦，咱伫迄个过程互人知影讲，毋是甲一般人共，基督徒就是有力气，伫遐共头甲伊讲。所以定定有拄时啊，咱嘛会看到伫教会内面，咱的兄弟姊妹，有拄时啊较安尼情绪达方面，我相信每一位兄弟姊妹，包括牧师，咱拢会有即个过程，所以愿主来帮助咱。替代基督啊，穿塔真重要。好，另外一般的穿塔的，我相信我都毋免搁加讲，无可能有人咧聚会要穿洋装来吧？不可能嘛，咱会当通知啥物款的场所，咱适合穿啥物款的衫。昨我知另外一个牧师，伊讲伊有即个青少年伫咧台大迄个所在，伫遐有活动，所以呢。伊爱先转去停车场的所在，伊无开车去迄个早餐祈祷会，停车伫个地方，拄好去栽培，栽培过程，伊讲我伫台大迄，我都较无穿，较毋茫穿即个牧师服，所以佫换一束衫，较少年的衫，因为甲因遮青少年做阵，较少年的衫安尼。我感觉这真好，伊就是安怎，伊知影啥物款的场所适合伊的迄个过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一般咧穿塔一般咧穿塔咱牧师都毋免搁加讲，咱爱注意，爱知影，无可能咱来聚会穿衬拖啦夹脚拖，不会吧？穿较好势，穿较好势，来甲上帝面前来敬拜主。咱其他的所在、其他的场所、场合，我相信牧师都毋免搁加讲。好，来，咱搁来看。大的所在，大有厝地真好，古人间楼仔厝得大嘛真好，佫会当收厝税这拢真好。住伫厝内面，你是毋是真正有住伫厝内面？这段经文放在咱诗篇91篇第1篇，我真爱一
个时间吼，伊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阮会徛起的所在，好吧？大甲厝地家啦吼，厝跟家吼，咱讲徛家徛家吼，大个所在，分袂开吼，即个名词吼，所以讲到家即个字，家这个字吼，家即个字，就咱想到一个真重要的描述吼。咱的厝地家是安全的，家是安全的，吼是安乐的所在，是自由的所在，是温暖的所在。现在兄弟姊妹，咱的厝是安尼吗？哦，家是安全的，哦，会当安歇的，会当自由的，会当温暖的。摩西伫90天内面，哦，拄则讲第一节，这段经节内面做即款的祈祷，伊要用上帝诚做日家，伊认捌上帝，所以伊真意爱掠上帝诚做日家，因为上帝伫迄个所在，伊伫遐找个安全。安歇、温暖甲自由，所以摩西真爱上帝，所以伊掠上帝做家。亲爱的姊妹，你敢有疼上帝？你敢有爱上帝？我相信咱若有，咱若知影，咱就会掠上帝做你的家。所以真侪兄弟姊妹真爱上帝，因真欢喜去教会，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家。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上帝欢喜掠你做伊的家吗？你心内面敢有所在，互上帝来住、来徛起？所以今仔日上帝伫你的心外面咧拍门的时阵，你敢愿意开门互伊入来？主耶稣捌对即个拉伦烧的老底家教会讲：我伫门外，安怎？哦，开门吧，互我入来，我要甲恁做阵。同齐的做伙安怎回顾重温旧梦重修旧好。亲爱的姊妹，这主耶稣讲，启示录第3章20节，哇，这真水的一句话。以赛亚书第57章15节嘛讲，我踮伫至悬至圣的所在，也甲心灵痛悔的安怎徛起。咱有即款的期待无？愿主来帮助咱，哦，这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之一，哦，甲伊同做行起。最后，咱再来分享最后一个行，行啦吼，行伫义的路，哦，然后食衣住行娱乐啦吼，娱乐就是哦，行伫义的路，这较咱爱的确爱学习。要安怎样行伫伊的路？诗篇37篇23节有讲到，义人的脚步安怎？互耶和华指定吼，伊的道路耶和华嘛爱，愿主来帮助咱，诚做一个义的人，哦，义的人。所以行就是安怎？即个路嘛吼，也是讲咱行路，哦，行就是上顶咱的生活，哦，咱即个欢喜快乐，哦，吃喝玩乐，哦，欢喜快乐的即个过程，行就是安尼。所以行要行的过程中，咱嘛提醒咱爱行伫真理的道路顶悬。真理毋是咱讲，哎哟，好像很遥远，毋是是安怎？遵咱上帝话，伫咧上帝话语顶悬，咱安怎有一个方向目标？哦，所以咱就毋免安怎，毋免通行行。哦，虽讲咱嘛爱注意整个环境的改变，但是安怎求主来帮助咱，一步一脚印，哦，一步一脚印。所以这样说嘛，讲我就是道路安怎？真理啊，搁啥？活命。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哦，所以行唤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先爱接受真理，搁按照真理的标准，只是行真理的道路。所以咱伫世间要行真多的道路，哦，要行真多年的路，有的路是安怎成功的，有的路是失败的。但是成功甲失败无重要，同要紧的是。咱来行义的路，义的路。今年第4章18节，义人的路，敢若亲像黎明的光，若照拉明到正中头。哦，正中头就是啥？迄一日的即个中间代表迄个同光明的时阵，哦，一生同光明的时阵。
所以人生上重要的路是啥？第一的路，就是真理的路，是光明的路。愿主来帮助咱，真正会当行伫迄个义的路。其实想看卖，咱所好啊思考，啥物是义的路？我相信兄弟姊妹无需免加讲吼，咱就会通知影，伫你的生活内面，愿主赐福。所以今仔日用这4个方面，甲兄弟姊妹做一个分享，来回复一下吼，复习一下。咱台湾第7章13节到14节，有诶拢是反话，结果是死亡；有诶是安怎回馈，结果是永远话。将用上帝信息诚做理念，请期待主耶稣基督发出无言的见证。上帝欢喜降伫在我的心中吗？我的心中有所在会当容纳行义的路、真理的路、顺风的路、福气的路。愿主保守帮助咱，会当诚做丰富的人生，因为你我拢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这真重要。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感恩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互阮透过即个生活分享的见证，来见证上帝你的恩光。主啊，互阮伫咧食啉佚佗的过程中间，嘛会当反省阮家己甲你的关系。求主怜悯阮，帮助阮，诚做同行的这个一遍献主，感恩我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一世人信息331首，331首，我做祈祷聆听，请起立和专心。
报告，刚刚事方后续书会，规定技术书评赖胜娟姐妹交胎书痕，李正燕、吴顺技术片辉薛彩霞姐妹会前领唱邱永强执事，片七杏瓜堆音控李新玉同学。台语成人礼拜成人组不学，赖如平之事，华语礼拜，苏辉赖桂珍之事，应拜团交胎甲苏的，黄忠信弟兄陈秀红姐妹，华语成人组不学，赖如平之事，分会消息，以前的关系即摆已经开始解禁，但是若是唯有紧急的事情，以及身体无爽快，也请各地拜堂，让拜堂来到三工。第二，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请以下来事工迎会奉献甲代祷。第三，下晡1点半，邀请广福牧师来分享伊的题目是伫黑暗中点到一盏灯，缅甸宣教的新计划。邀请兄姐来参加。第四，家长成长班以3月7号上午9点半到10点开始，为22周，也欢迎家长做伙来参加。请阮黄文乡团队来报名。第五，后主礼当晚是王武聪祭司，伊个题目是制作甲制作。第六，本会。4月1号举办清明祭祀礼拜，请有需要的兄弟提供卫星的家庭的相片以及电子档案，干事务。第七，本会伫4月9号国外节，迄天早起7点，伫咱的乔大土地举行朝阳礼拜，邀请同齐来参加，以及公布栏来做评比。第八，国外节4月9号迄天。有兄弟要受洗的，请阮牧师以及介绍报名。关怀甲代祷，本会以4名弟兄伫3月13号安桥主牌，并且伫个3月26号后礼拜日下晡1点20分伫拜堂举行告别式。需要安葬广告的观音山福园，要参加的兄弟，请阮公布栏登记。以鼓励遗族来代祷，留住安于一起。第二，请为本会杨敏珠姐妹来代祷，伊要伫明仔载开刀治疗。第三，伫厝内调养的兄弟黄云香、林澄清、戴建志、林建志、林德修、曾文德、郑明霞、罗金兵、徐建平、林敏珠。请予继续来代祷。第四，段义、苏年宇、姚卫新、李希明、洪仁展弟兄的母亲白许秀英，白许秀英，也请回来代祷。黄连报告，请回来主持观看。有问题，请用咱的会计来翻译。那我来补充报告一下，就是。咱下晡1点半，兄弟姊妹，咱拢继续留落来参加。咱伫即个广福牧师今仔日嘛有来甲咱的中间，请牧师叫起立一下，互咱做一遍欢迎。到因按算差不多今年7月7月左右就要搁前往缅甸的所在，伫遐继续宣教。下晡即个真特别咱的即个葡萄树小组邀请咱的广福牧师来甲咱中间，而且来做即个宣教新的计划新的计划所以咱继续爱伫台岛来，并且咱继续来关心台岛有的广福牧师全家全家拢要过去全家拢要过去所以伫即个下晡的时阵特别毋通咱兄弟姊妹留落来参加这是第3点补充报告。再来高中的成长班咱继续来参加兄弟姊妹，佫有名额名额
会主理要王武聪牧师要来咱的中间吼，拄好咱拄着这要清明对书所以牧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咧要继续对这个课题来分享。咱第6项、第7项拢是联合礼拜拢是联合礼拜所以咱台湾以的兄弟姊妹拢认真记一下咱即个第6点、第7点即个过外这一天嘛有即个圣礼日圣礼日咱来做。好，来最后咱爱毋甘的是咱即个关怀大道第1点乌色林兄弟3月13号伊是迄个鼻咽癌算讲治疗迄个过程较无遐尼顺利，所以真紧就伊来咱教会洗礼差不多得要花3年的时间，真追求所以这3年在看病过程中间伊真拍拼要活落来安尼总是无法度伫迄个过程伊真紧差不多2月28号迄天就规个前一天过会行路过会讲话28号3月7日大暗规个死落去，就紧带病院入去了后2、3天就袂讲话，就昏迷40岁40岁即个青年人，伊是咱伫师范长老以前第1间银行咧上班的同事所以师范长老其实嘛真斗相共带伊去看病带伊去病院检查带领伊来信主。因全家拢毋是基督徒，连伊的太太嘛毋是为大陆过来台湾的所在所以迄天因拢会伫咱教会做告别式邀请兄弟姊妹来参加互因会当体会到拄则咱所讲的住的地方，上帝伫咱的教会款的温暖所以因双家有要登记即个餐盒所以要统计咱有要参加的兄弟姊妹，咱就登记即个餐盒，等一个后面公布人遐登记餐盒即个咱来甲因带安慰互即个家庭互即个家庭伊的老爸好甲因为伊是同最小的一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儿子。可能咱有的兄弟在以前的兄弟姊妹可能较毋知影讲胡志明是啥人所以咱犹原虽讲无熟悉伊，但是咱会当做阵来甲因关心即个家庭即个家庭。我这个牧师特别而且搁另外一个咱疗愈主姊妹嘛是真临时明仔载咧紧急开刀卵巢癌所以要较紧处理所以咱嘛爱为着伊来祈祷伊回籍前来咱教会差不多1年外所以即位姊妹拢参与伫咱上年团契拜四拢会来参与真热心真活泼临时通知因来处理所以咱特别第2点嘛好，以上安尼报告，咱来读本周的题目。我补充一点报告，咱车有提前拜托的礼拜线车，你若无要马上开将你的车驶去头前，然后后壁要厝的人，伊才有位通好停。即摆来用信息500空费器，500空费器，天的平方150,000人，请听。
走煞，咱做伙来行平安的。